真的啦，身为客家人，然后常常很常就上节目，人家也说，哎，洋洋是客家人，那你可以说几句客语吗？老实说，那时候我自己又有点心虚，就觉得，身为客家人的我，应该要好好的把这客语啦，然后客家文化啦，就是你知道发扬，也不要说光大啦，就是散播，让大家知道。也讲讲的，用50岁蒋細妹老家子 Apple 向下出來發展嘅瑤瑤，佢看了俺嘅節目過後，就喜歡講愛做客家嘅搶眼卷，故所建議特別將小組來到家鄉桃園新屋來貼圈，當當當當上課了。耶，瑤瑤，来咧吐你了，了尾到啊吼，然后讲，咱当特别。你拄了吼，银川堂了尾啊吼，到了西时节高跷啊，哎呀，最近啊，要无简单，要平衡要动好才有法度诶。没办法停下来。如果懂整性啊，每年哦，银川堂你伫迄香马街嘛？银川堂，他是姓陈的，姓陈的吗？也有姓钟的，也有姓赖的，这一家是姓陈的。你是说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陈跟钟跟赖都用银川，全部都是银川，因为他们从银川那个地方发源，然后那地方出来的。哦，那这样我理解，基本上都要地方人讲啊吼，现在是已经结合这个肉먹，然后结合文创，然后结合这个新的一些一个那个设施，就等于说爸妈可以带小朋友过来认识老房子。还可以搞，该不要后有中影有雕个下工，有做的可以控窑，我有控过番薯，然后来吐你去搞，好，来，喝，看怎么看？好，算。我在放弃啊！新福係同時注重農漁業嘅發展，以休閒嘅流行，頭家老自家嘅祠堂同農田轉型做休閒農場，本地人甚至有機會來體驗頭擺農業社會嘅田園嘅好價。不過各位幾百人，也兩個頭一擺釣下工嘅人，甚至真見汗顏風哦。看來愛搶農場嘅眾人出來聽數了。越复杂的地形，下工去頭。哦，真見哦。越复杂的從而家會而家搭，標嗰個入雙杯，下工唔可以爬上去先。一標一幾年嘛唔可以要下工。你該幾年冇下工會來說啦？你那邊不會有啦。為啥我？你放在荷葉上怎麼會？你標那會？不是，你剛剛是這樣子，怎麼會有？搖我落去聽，下工唔可以上。會有鳥來吃而已啦，不會有。你沒上去啦？他們餓到會爬上來吃。呀瑤瑤啊，還真見講到電影上呢。不過就算係有強人來搞過，兩嘅生活還係冇辦法像陳太哥一樣釣到慢慢，釣嘅幾百年，還係釣冰吃，釣冇吃。瑤瑤，你一定要釣唔到吼。釣唔到。我教你，四條水然後釣過來釣唔到吼，其實硬聽。啥？就是譬如說釣那個釣青蛙釣不到的話，就是硬去抓它，用抓硬去壓它，硬輕下。新夢年然後釣唔到下工。新夢年，新夢人啊，新夢年，釣唔到下工。釣唔到下工。硬是硬的意思，硬壓的意思。硬壓的意思，硬輕。新夢年，釣下工，釣唔到硬輕。這個句學得還不錯嘛，對不對？因為我真的要講啊，我為客家也努力不少。因為我國中的時候有曾經去參加客家山歌社。乃係一條仙人走，有志氣有理想，唔驚天高地頭亂。等等等，哎，怎麼樣？沒有大字報哎，我還記得哎。因為田園好高位啊，要當到哦，下工冇釣到冇相干，2-3年來去捕番薯，聽講有一類油就愛也可以來了。殺好了，哎，你要開窯嘞，開窯的步驟會用嗎？我有的第一洞，然後窯門口先請洞，把條線。好，這條線進去之後，好給番薯中度磨度，按鏟的時間唔好超過兩條線。好，小朋友來，按拖下鏟哦，來，鏟落去，來丟推波，好啦，好來，我試看到嗎？好，開始現在熱氣，慢慢進，進開始
我看到我奶起都我看到的，刚我碰奶开。哦，看到的吼。哎。你看你的做马干了，可以有，共一半，一起来说，一来说客家共，说可以有，来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可以有，嘿，走，厉害哦，哎，厉害。哦，这真的是要力气呢。哦，真嘅。哇，客家一個嘅徒子徒孫見來見到嘅呢，有啲小朋友咪係客家子弟嚟到呀，唔但搶咗嘅體驗農村有幾好教，還做得學到學法，藝上也拜幾條聽出係千難忘哦。然後小朋友，我教你們哦，撥到後面去就，撥到 boy 都 hell boy he，boy 都 hell boy he， 哎，哇，小孩子好聰明啊！錯，哎，生下來咯。哦，你睇眼開始，我夾出來嘅，哎，掉到了。好地瓜，好看到地瓜，來馬干，哎，番薯哈，哎，聰明啊！哦，夾到後邊，夾在一起，夾到後邊，哦，因為番薯，哎，你看這邊有全部 hell boy 咧。胡番薯係一道老兵人4時節嘅記憶，對於作肉、起火。一切都留番薯樸素，除咗意思本等，還要團隊合作。除咗鋪番薯以外，奶油都親密好窮嘅貴妃嘅，咪好食了。大家夾夾聽聽小眾阿哥來去食看啦。天天會跳下去。哦，Q 給它滑下去，跳下去，Q 下去，教小朋友 Q 下去哦，滑下去，哎，快來點用，可以拿碗。哦，好，一個人拿一個碗。來，小朋友，真的夠吃，嫩，而且中藥的那個香氣都有進去。睇人四字同心合作鋪嘅奶油腸，無論係番薯還係奶油嘅，都好食到本人心麻就會吞落去嚟。你看，連食嘅味啊，都披落香味行過來嘅。小朋友咪太好食到當跳。遙遙嘅幸福體育考場。啲按鬧嘢嘅天橋開始了，接下來就會進入青春有嘅，我來去拜訪家姑。第二節堂後歷史課開始了。好，你下我來請阿公咧。阿公家的。阿公，阿公啊吼，對孫呢是最好。哦，真的，從小就有糖果就給我們吃。啊，真嘅哦。哦，真嘅哦。哪一間啊？要到，這，來。Hello， 你好。啊，真的，好好吃，懂后生了呀，变美食，哇，变美食节目，哎呦，阿婆啊，阿公呀，阿公有，你阿公呀，哇，阿公身體雄厚咧，阿公有，哎，你客家天使台，要搖啦，你知道我他是堂妹呀，不給拍我就過來，哎，阿公媽媽娘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唔係講客家話嘛？唔係講，幾多歲咧？23歲啊！我堂妹漂亮，真男友。相歲妹，要請男朋友啊？有男朋友啊？哦，真的，老給打電話來這裡。對，來天八度料龜頭，這算是冰店西施。對，我跟你講，漂亮。你看龜，奶奶啊，馬蓋最後生那一種，招牌天馬蓋，豆，白玉丸，還有紅豆。然後這位是被逮的嫌犯。你係人肉摸黑啊？姐姐，這黑啊？姐姐漂亮。這嘛凍江，哎，人家王家出江的什麼？皇家出美女凍江，真嘅。阿公會姜吼，咩啦阿婆啦。也得嚟係遙遙家公嘅老婆，阿公啲鴉片竟然係幾50年嘅補裝，退休過後就可以做賣餅嘅生意。真的好食。小貓眼就這樣免魚虧哦。好吃。好吃，真好吃。好吃。阿公。哦，看乖孫吼。好吃冇？好吃。阿婆。哦。好吃啦。有好出，哎，你看起是看得出來，這騙唔人嘅呢。係啊，乖孫哦。挺乖啦，當我買東西賺了不難吃。哦，買東西不能賺不難吃，買東西不能吃。買個基金啊什麼。家己咧好，13年啊，老家這啊吼，叫我去去台北啊為打拼，家己要吃到伊，伊才洗妹，愛妹動辛苦。
阿公，不会啊，没有，会不会担心啊？担心，我想，我想，头变买豆腐，唔炒来出来了。有吗？他说你以前在他阿公说他以前在台北没买到房子是很可惜啊。你头摆有买无？你俩是做的大概率。嘿，阿公。阿公都像你，真经都像你。有我们中立的家是阿公买的。中立的无啊？那你阿妈想我买无？好奇怪，你然后再天数啊？什么啦？不要这样子。老中去给他当多钱呢？他是来透摇摇做不用，然后做得好买。做的。不要这样子，弟子父，不要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啦，真的咧，客家是啊，我一家穿钱，一家买木错冇？还有比较有骨气错冇？是啊。系啊，你啊，无难题，你会希望伊夹油，夹程度最想好了。我有钱的哦。啊，不是，用bán肉这样不搞。就是常常回去，一回去他讲说，每个月赚多少钱？还一直问我多少钱，我就想，要怎么回答？问我赚多少钱，因为他怕说我们没有赚到钱，因为很辛苦。然后问我们说有没有交男朋友，叫我们带回家。我看肉米家眼光最准，记得坑一哈是底下谁来做可不可以依靠？哎呀，这个可以依靠吗？这个？来周董，周董，周董，那某马董应该是浅楼梯。不过你要看一下相片哦，哇，看到遥遥40节哦。唔对，40节亮眼这对吼 ，Apple， 亮眼，伊用啥懂冲的吼，有冲的。爸爸，10文哦，妈妈懂讲哦，我妈妈很像那个日本那个终身名菜。有海。阿公都了喂。哦，懂10文懂缘投，对，我亮 Apple， 雍容华贵有没有？哦，我亮那嘛啥？阿胎。哦，阿胎哦。阿胎。这张就稍微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怕一点。有买过。哎呦，我被这个人吓到。亮你做哪个？他多黑啊 ！Apple， 看这时候怎么？他的表情啊，好 sell 啊。然后瑶瑶的表情很像路人。我很像男生，那时候很像男生，国中的时候。哦。呛问你啊，你像猛的呀？哎，像猛。猛嘛该。猛嘛该呀。苗苗。哦，6月7号。对，今天。阿公冇骗人呢，真的呢，当月有来那边掰呢，哦。也是刚刚碰碰死的，没有。有一个这个陶朱它叫范蠡。我知道，以前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楚汉。不是，夜晚歌曲。不是，你别乱讲啦。夜晚歌曲。猛的呀？哎，像猛。猛嘛该。猛嘛该呀。苗苗。黄雪芹，香猛呀，同好会嘛该？讲哈糖。江夏糖。讲哈糖。你看阿公你平常嘛该时间要去拜。就是的哦，不要咩，3点啦。哦。1礼拜6拜。6拜。中通。哦，周运通，有州的祭祖。我跟人家播放有讲哦，各位。播放不同嘞。肉身，客家语共怕是肉身。靠前讲，讲没讲普通。客家人很谦虚啦，真的谦虚是美德啦。有机会咁按机会按人哋吼。阿哥，你就突然有一看呀，讲哈筒。好，来讲哈筒，给他来看哦，来先来市场。因为我们不是住在新屋嘛，所以每次只要有回来，就觉得就是乡下。过年的时候亲戚很多，然后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就古厝那边，然后去那边拜拜，这样子就非常的热闹。
古色古香。真紧啊吼，看到了啊，看到安东尼的公堂，你看公堂真紧啊吼，真紧厉害，这全部算古董哎，古迹政府。那奶上面的这个，哎呦哎呦，这瓦是有点全部会烂掉的呀，烂掉嘞。看到吗？我叫别人嘢要死哦，看到上面吗？瓦都烂掉了。哦，拱哈筒，江夏堂，哇，每年过年我们都来看。这个你看到冇？有那个胶纸桃，阿公头摆赢不卡算有钱人哦，遐，頭髮係真紧哦，正嘅。真勁啊！女藏梅低啊，你一個要放女藏梅低啊，藏梅頭髮佢都唔驚啊。哦真紧哦，哦，多有錢，多有錢。懂有钱。水充电啊吼，你阿每样人是啊，全部可以了，懂 Q。哦，哎呀，懂难得的嘞，因为俺看过懂到呀工厂啊吼，全部啊吼有整修过诶，像你遐整修这样一系列啊，真嘅冇懂嘞。放開書啦，全看到啦。嘿，你看，哎，这原本是有字的。哎，等一下让我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哎。诗是唔见的嘞，江还看得出拱，其他的真的看不出来。我不知道啊，看我不知道。江还有这里夏，哦夏看不出来嘞。这个门牌都是这个都可以收藏了，苏字脚，生意好，哦，你阿位苏字脚生意好。頭髮名書啊。阿公，再來一下。其實還有石雕哦，有沒有？你看，你阿不看這裡算有錢的。阿公講啊，王國嘅第16世祖對廣東趙亮過污水溝來到台灣，先係啲台北嘅蘇聯，現正有土是有財嘅概念，層層嘅影響王國，故所子孫向南發展。埋天耕作累積財富，到為第24阿太隔壁啲用來做農局整理要寸土錢，故所老爺地天埋下來，係個公下堂太祖屋。經過為100年嘅歲月，老火房冇長過，要認真長嘅老公鄉東南前，故所加工限啲3萬，而本老屋再個變到茶法。有天井的真的是有錢人，才有辦法亮有天井。梁柱全部你看到，那头摆是有錢人，真的有顏色哎，有顏色，藍色的，藍色的。這個多推定。都推的嘞，重點是又來了，你看這上面原本也是都有字哦。都有字啊。蕉嶺渡台灣。哎，你的視力很好哎。哇，我跟你講，我看得出來它的軌跡 Q 攏有錯嘞。不錯吼，哎，相逢的講下頭的人啊，吼，是都蕉嶺甲尾過來吼。哎，阿公看到你阿會真緊哦，我要好好保存嘞。係啊，小我保存啊。係我木頭咧，咁而家要重新修建下邊有新的公堂嘅啦嚇。你一忙就頭擺攞公堂，你咩拆到愛去，到你一忙土地模糊些忙去。哦，準備愛去咧係啊。有準備啦。愛去動態嘅公堂係啊。大的公堂。哦，我知道後你也會做到整修啊，你也會做到變態嘅公堂。真的。係，你也會它有意義，乜新的是某個歷史，然後你也會擺。真的，這種真的才是最漂亮。你看那個真的都再不整修，真的你知道？呀，就猥瑣個頭擺喺上哦，你來切掃，頭擺切掃，啱前輪買書，走係，將公書個小公書個加將阿姨，去到有猥瑣，我都猥瑣當正啦。哦，你猥瑣風水嘛吼，看到啊猥瑣當正啊。真嘅。你要會按講哦，你要點乜個師傅做的呀？睇到羅少人做工，看那個哦，係啲對啊，厝群也要去人望個師傅來，加個面試真強，還有個師傅來去啊，就我老彭泰山，個彭泰山王竹芳，中人。撞啊嘛，佢好。我按當然全部記得啦。我記性很好哦。用三百多去嘅，睇到個面試字典，我要擺去，就那個師傅親強就會去。哦，看誒，你係名師做嘅呢。客家人有名堂拜訪嚟結下間火房，為行業一件共下堂嘅世界，工作人員都直接講，當將行業嘅王菲風嘅場景呢，就像係對廣東現象辦過來強用。家公當然早晨安步都會來到呀，燒香，其下10年都冇變。唔講辛苦，就係希望老祖公做嚟保佑後代子孫平安順遂。
阿公无偏言哦，阿公啊吼，当年游落来位拜。看呀，日历是第二，给每落哦，6月7号。对，今天。阿公无偏言呢，真嘅呢，当年游落来位拜呢，哦。还是刚刚偷偷死的，没有。6月7号。阿太。阿公讲，王木用理学全家，佢喺孫呢都考到國立大學。瑤瑤老家姐 Apple， 每啲演藝圈有當學嘅表現。也拜轉到講下堂，瑤瑤算係對學年嘅同學有當前嘅了解嘅。唔過對學法來講啊，還係要仔細當緊。老實說，我覺得這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，因為像我跟我姐，就是我們家人，就是住在中壢的話，沒有跟阿公阿婆一起住，那基本上我們就不大會講客家話。因為我阿公阿婆說實在，他們完完全全的會講普通話。所以他跟我們對話的時候，他會用普通話講，然後反而是像是我的堂弟堂妹，他們有住在一起，所以他們小時候他們就會講一些客家話，所以我反而覺得說，哎，應該我們這一輩應該也要從小跟阿公阿婆住在一起。好，鐘哥，你知道嗎？我今天來到這邊是新屋嘛？錯。那你知道這裡為什麼叫新屋嗎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是不是？沒關係，我今天就帶你來了解。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，對，我只能用2個字來形容，就是讚嘆。沒錯。真經董江的那地方，董江就是很漂亮。我知道，誰不會愛講的董江？錯。你係哪位拱堂哦？只有新屋才有這麼漂亮的范江古厝。我爸從小就帶我來。哇，太高！怎麼稱呼？要嘛我都馬名。來范江搶山。哦，范江搶山啊！走。以前國小時候班上就有同學姓范江，然後也有老師姓范江。你可以好好來解釋一下范江這個姓氏。佢咪提九歲哈，佢叫范子健，因為早時啊，哦，佢本樣上女，是教我上教人做本樣，哦，所以突然間來一個的，啊，文州文字土國也是這樣，哦，佢家做養父已經當下嘅聲音，啊，來學台，後面文州上教。文字上翻，哦，佢拖上裝做半樣，用五個來，因為個養父十分錫伊，幾時講用來拖只上裝落去。有情有義，客家人講范江是按樣出來，全世界你只要聽到像范江的人，全部係台灣新木了地方出去的錯冇？錯。哦，你真經懂鐵邊的啊，鐵一擺都都有按樣的事情，像范江哈，佢嘅係生姓，叫咩父姓？一般人講父姓，佢嘅生姓，父姓做唔得拆，雙相做得拆，就愛像范做唔得，像江冇用到的，像范做得，父姓做唔得，就諸葛亮，插出來就豬肉叫。新羅人講哈，係愛像范江開發的，土地係愛開發的。哦，你新木你地方係你開發的，都係愛開發的。那你地名老鳥有嘛個？哦，個頭擺個來開發時間，1854年哈，那個張公堂啦，張公堂張好董江，董江人來看，伊講哦，唔看嘛，佢看新屋，哦，就按新屋，哦，其他地方，你待嘅地方新木會按樣來，哦，頭擺沒有人開墾嘅地方，你范江我要去開墾，哦，他開了看了，哦，這就是這一間，我看一下，你們都證明董江看了，好，建築是董宇鐵先，哦，哎，真人講哦，董江哦，誰是看到台哦，你看一下來呀，人家都會寫陶魏流芳咯，普通你按唐嘅嘛個意思，是本意飲水思源的意思，進飯是果品，姜是甜絮，果比甜絮同乖乖，就講佢有陶魏流芳，陶是最主要是它給頭擺。有一個這個陶朱哥，他叫范蠡。我知道，以前那個什麼，那個什麼楚漢。不是，夜晚歌劇。夜晚歌劇，唔聽咪亂講啦。夜晚歌劇，我知道。因為啊，這個那個范蠡有關係，但魏。山西渭水，姜子牙都嘅發基。哦，姜子牙，釣魚的那個。釣魚嘅。姜太公嗎？姜太公釣魚嘅，釣魚嘅用牌。離水3尺。哦，頭擺這個透用的很有。頭擺女孩身體比較出毛病，沒有現在科學那麼發達，他們哦，不是兩個同時啊，就是一個可能已經勾繩嘞，對，這才第二個。
还是有的时候我有钱会多骑几个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清朝可以，清朝，清朝现在也可以啊，松贵有。现在不能冬季而已。陕西味水，姜子牙都在发鸡。哦，姜子牙有没有？姜子牙钓鱼的那个钓鱼诶，姜太公吗？嘿，姜太公钓鱼诶，钓鱼诶用牌。离水3尺，离水3尺。下一句，愿者上钩，我知道。愿者上钩，客家话你蛮讲。哎，愿者上钩咩？冇这个会溜口。愿者上钩。年炸松松钩，年炸。松狗，哎，对什么？然后姜子牙精神，那你应该钓不到，所以到现在没钓到。加油加油，愿者上钩。哦，不是 N 是迪啊，陶朱公加上姜子牙，范姜，流芳，流传。哦，真好。哎，看到了，你还建筑有几多年的历史诶？也好，那要乾隆1年是入围了，跟茅草屋了，1854年的改建了，他97年是在翻屋顶翻新了，哎，4时的记录来看过，嘿，爱公爱婆啊，土爱落了，你会所以咋观光景点？范江老母真件是当有名呢，连小众4时节嘅客，每次来到也来搞。亦到呢度參觀一間范江嘅精神中心——范江主堂，對口岸口洞還有精緻嘅高字頭雕塑，就看得出當時大家族有幾繁榮。尤其老佛嘅腦碑保留到當完整，色彩冇掩改。主堂對1985年評定做產業古蹟，係新屋親珍貴嘅老佛，係講來新屋冇來到也搭尾啊，給就損失了。要拜哪个东西？要东西有宽度了。也是拜天公的意思，向外拜哦。哦，向外。哎，向外拜。要向外拜，哎，不是向里面拜。哎，去推表是3官人，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哦。天官是尧，地官是舜，禹是治水，大禹治水官，天地水。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冲掉的高平天水，大家有讲没？哎，高平天水差不多。了解公堂啊，本来是T3、T4的向地大社会啊。乾隆2年是过来社会，大概就茅草屋啦。代革命吼，跟着兄弟慢慢有的生了，有的慢了啊。那种多的时间咯，大家贵人纳出来做公堂。叫爸爸然后范文纸，对。哦。范文纸，然后分下来给他拉，全部都是范江的。对。太来T3、T4、T5啊。太来。有太东啊。亮。哎。天都亮，龙片、副片，哦，底下2个就是2块5秒，哦，给它5秒，哦，有2个就2块5秒。哦，头发真的透6才5秒。头发你还身体比较出毛病，没有现在科学那么发达，它会不偏，哦，骨瘦比较，它黑长是细的嘞，对，是去血，在头发做头发呢，就头加改变做的，哦，你要有长。骨瘦不是2个同时啊，就是一个可能已经勾神嘞，对，这才再吃第2个，啊，有的时候我有钱会多吃几个可以，可以吗？以前可以，清朝可以，清朝，现在也可以啊，松贵有，现在不能冬季而已。松贵有，地下情，松贵有会骂啥？宋国荣，哦，那个我晓得了，那个雷锋嘛，哦，有没有？雷锋，我第多少？你让他跳舞的朋友冲他作品，哦，真的啊，那作品。原来雷锋大哥咪當有名呐！范江開機5兄弟，連沙來到台灣開墾，天衣坊遷咗來到台灣，發展過後，再個轉到老屋，老T3、T4嘅老太帶來台灣。現正前太嘅愛照顧也愛，刁美翠年紀優勢，故所更係幾行年過後，5兄弟爭啲台灣起種。哦，哎，唔該了提圖，而是懂清楚的吼，記到怎麼樣來到了台灣，起冇了地方，一開始係都陕西，他講嘅係中原人啦，中原人，以前呢。
逃难，一路逃到广东来了。能看到了，从这个长安赏析对，逃难，平阳、山西到范县、高平，到处流亡了，最后陆丰、汇丰，所以做埋有客家人，都来要做客。做银行，到处颠沛流离，真的辛苦哦。做银行，最后来到新丰，你天门了全部都孙牙翻强人的嘿哦，土地头发全部来，两位全部赢，这么哦，印尼陕西黑嘛该，那个五兄弟的意思，哦，五凤的意思呀，哦，你看下太赢下多啊，哦，最多，西凤最多，对，嗰個三鳳，三鳳，嗰兩太鳳，二鳳加五對上，要更升對，要更少。哦。翻江老屋一下保留下來嘅總共有5件，大件認真去嘅時間冇強約，都各有特色咯。哦，你很強哦！哎，你對你落去啦，你喺天氣房嘅，去三房嘅。哦，你很強，你嘛個哦。你一看到陣，你睇個保齡球，係，保齡球有點像。你係5方5幾啊嘛意思，你其實係5面的意思，幾百個意思。兩百個意思。特別因煮台鑊盤，佢盤嚟滾嘅時間啦，會冒個氣泡，它又過又帶，所以講其實那是要藝術啦。那用辦會有隻藝術東西都了未？你乜啥做？要范江明道，这世界有名的艺术家。范江明真厲害。就回饋給乞丐。看到吗？他雖然沒有寫一個唐，但他就寫陶魏高峰，其實他就是范江的這個。陶朱公，姜太公。對，就是他們的這個唐號。還有障礙木人，講乜嘢你啊？那個地面全部有嗰種嘅磚雕，蝙蝠啦。哦，蝙蝠，我知道蝙蝠是帶福氣的，蝙蝠客家話你蠻講的哦。蝙蝠。撇坡，撇坡啊，撇坡怎麼差那麼多啊？撇坡，撇坡會匯率強，撇坡會視線，撇坡，海線跟撇坡，你就記得人怎麼講，你。好趕你，英文的，好趕你，英文的 people， 哦對，這樣是懂 O P 耶 ，people 是蝙蝠是伏羲，古時候要是你要好好記住啊。好，哦，所以他這裡有就表示說，有個蝙蝠有要說他有錢呢，差不多按抽是嘛？哎 ，people 伏羲啊，嘿。睇嗰個翻江5兄弟來到台灣過後，口體發展，其中最好贏嘅就係三鳳嘅子孫了。現在公司本來土地啊，都係一下新屋上一期，土地增值千高，故所前千多了。唔但將一件背後還有hand較差法嘅呢。第3件係條擺更有錢嘅一件，第2件哦條擺吼，伊啊做梯柱嘛哈，做梯柱。條擺有啲電農啊，鋼鐵會欠收，時間佢拍攝到佢收租啦，佢新夢佢啊，所以佢送法國來。送法輪都了未？哦，很強。再來哈一個特殊嘅，還有特殊的。佢門啊，你看到嘛啊？佢咩開動我？哎，快急走！你開那公堂啊，全部中間要，而且要對到公堂那個牌位。快急走！他為什麼叫佢開到了？總嘅而家風水講門唔對門啊。門不能對門。風水啊！風水門唔對門。但是佢前面都對門。你看到前面的哈，看到棟多公堂，全部，而且還要對到牌位哦。你有冇要？我啲特殊嘛，所以佢更有錢。越有錢就越有一些想法。老你冇窮咯，冇窮有。這種有老娘佛啊吼，那門啊稍微換一下，不要邊一點點，移到旁邊，對，風水會更好。那最有錢了。對，更有錢。哦。你要看而家基督當江。膠子桃好多，你看。這個最有錢，你看到給它陶魏流芳嘛？流血一片一片給它貼上去，真嘅他有錢。哇！而且它上面這些，哇，看到沒有？立體的。2件特別翻江更有錢是2件。最有錢的。那個舊德一個長祥宮是2件送出去嘅。哇，真平哦。長祥宮你知嗎？我知道五谷神農廟。對，是我們的，那是我們以前的。土地公啊！哦，條擺北角，哎，到了，來送出去本台教用。哦，真挺有錢。有小時候都有去。也第3間老屋係維護到千好，咪係千丈嘅，同樣係第3房嘅，做錢用紅色嘅磚嚟結咧，屋檐下背還看得到奇妙嘅金枝雕刻。另外也第4間係千古樸，咪係千有客家風格嘅老屋，石灰拍牆，石欄做基礎。咪係第3房嘅，一件翻江子孫當到做先生，還有告狀，
无听错老正堂拜自身显示控制同有关系哦。前面听唔见，还是三房嘅，不过一下竟然改去做观音庙诶。第二号建筑是商龙抢珠啊，要青斗石啊，商龙抢珠嘛。要生啊吼，拜观音呐，懂冇？176多了哈，就是拜感觉。改建过了，翻修了。松波以前青斗石哦，千年不坏。你记唔记得到钱要福气？你蛮讲。因为俺家自己建有古董，特别洞罗的古董。很多古董。俺拼装500块的名款，因为里面客家田推来打名款。真嘅啊，唔会骗人哦，唔会骗人，我会检查哦，全对得的。哈100，其他天师来采访，冇俾看，客家人看的，所以我们是唯一的，对，唯一的 ，Only One，这我们的骗人哦，唔，好，我一看，来大门了。你喺马街做嘅，做土的土方。你哋看到嘅奶吼，其實按照傳統嘅奶啦，其實前幾掠稱吼，因為你冇紅色嘅嘛，去掠稱吼，其實唔係奶，應該係乜嘢掠？乜嘢東西？牛屎。牛屎？哎，聽得懂牛屎？那牛屎啊？哎，不，這個不是，這個不是哈。其他天师来采访，冇看，客家人看的，所以我们是唯一的，对，唯一的 ，Only One，这我们的骗人哦，唔，好，我一看，来大门了。哎，太狗，哎，那个看到了不要懂我观音那个像，它幻化成各种的像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你看各式各样的，有什么心愿，然后全部跟观音许都会成真，然后观音娘，因为他永远都会说 OK。对 OK。阿江你有两头好看冇？太高会看冇？会睇。他说 OK。好 OK，会保佑我，保佑我。一件觀音廟，當時係現正福擔立下來爭起個位，老火房改做無房屋嘅，本但一件翻強老屋，就係拜觀音廟。起個後嘅觀音廟就開放本大家來拜，撒下來翻強太過，愛塗顏落去內件點保留。不能給人家看到吧？这里哦，密码不要。连看到也不晓得怎么弄啊。不行，我把你遮住，可能会有人来拿。到底里面卖了什么关头？哎呦，我打回来哟！哦，金有精彩吗？真的。来看一下。哦。哎，你看一下，哇，乾隆27年。乾隆27年。1762年。第一栋老屋的燕尾。所以是拆下来，然后放在这。对。乾隆你是几年时间呢？1762年呢。这个是2013，你算来看几年？你看到吗？哇哦，但很好，因为平常在屋顶上面我们看不到，我们这样可以近距离。这个251年了。哇，哎，看到那sản婦啊，真勁啊，銅鐵邊，你看到冇？我哋最早嘅時間啊，客家人，大家歡迎啊，裝一傘。哦，平常裝一傘啊。是真的有穿過。早期的是做一時，做皮的時間，你看到冇？客家人8年前拜神桌，鋪宣裝，要鋪在神桌了，對。漂亮哦，这个很精细。你看牙都做到都很精致，一针一线这样刺绣上去的。好，人家是特别结婚了，结婚穿这个啊？結婚裝，假是在裝。哎，你的印象，剛年的時候穿紅色，那麼走很全部嘞，講在縫布，縫布哦，它有一個紅就可以了。紅色的布就所以這很節儉。這個我們的印象冇空窿誒，就把你下全部喺縫色，對，然後古時候啊吼，你條擺講啊客家人啊，個衫褲啊有藍衫，你看到了，某一天喺藍衫咧，你看有綠色咧，還有 pink 的咧，pink，還有收手袖子這邊的，要是很懂做皮，這可以摸嗎？可以摸嗎？可以摸嗎？哎，這個繡花鞋，你看，真的以前的鞋子，條擺這個是很麻的，你看，條擺海，而且裡面這樣一點一點是為了按摩嘛，刺激隧道的感覺。沒有，它真要縫，因為它是好幾層。對。也特別就像係一件客家小博物館，青菜一項書蟲啊，都係百年寶物。有講係客家 LV 嘅男人用嘅皮箱誒，還有留下來嘅條南帽、羅祖公、竹角、用過嘅物品，早前都完整嘅保留下來。也特別唔單止係翻工人嘅記憶，咪係幸福嘅歷史見證。
難怪番強人愛按慎重嘅來保存咧。哦，神門開講啊，基本呀，本人呀大開眼界，看到按多了吼，客家人啊露條擺時間用嘅東西做嘅散膚，還要互動，真嘅，吼，記得。我充電記得。不要給其他人拍。只有我們可以拍。對，客家有名。共 sell 啦。外面的密碼鎖跟我講就好。自己進來看。有時候我可以帶朋友私自來參訪一下，好，那就這樣。是莫你，大哥，謝謝。番強五房係新福地區開建嘅龍頭，唔過啲石板鋪挖開嘅範圍，其實有另外一隻相國嘅加速哦。對新福嘅開發，沒有當重要嘅 TV。永泰哥，你姓江，跟人家同好會嘛該？甜水糖。你哋吼甜水糖，甲姓范的迄嘛該同？果皮。其他他講豆拼湯，講一次。狗拼湯，嘿，你來了鐵鳳啊，啊吃到啊東鐵邊，值得介紹本太家來，你要去看一下，你看，你木，你全部放出來木嘅係啊，你係嘛該做嘅，做土的。你也看到的奶吼，其實按照傳統的奶啦，其實真緊抓稱吼，因為你冇紅色的嘛，去抓稱吼，其實唔係奶，應該係乜嘢抓？乜嘢東西？牛屎。牛屎？哎，聽得懂牛屎？牛屎啊！哎，不，這個不是，這個不是哈。兩樣東西有奶鑽就是奶油啊，你丟，啊放到放到鍋乾，然後你就封湯，啊然丟去牙去扭去練，然後練，然後做在一張強化然後鍋乾倒面的那個梗，那唔過那真嘅你東西有看到，然後都全部放題啦。誒，唔過我吼，啊唐人講吼，你新木了鐵鳳啊吼。頭擺吼，來了位大片的有番強嘛，還有一個鄉嘛個，香國，姓郭的，係鄉國，佢可能係客家人係啊，唔係佢福隆人啊，佢福隆人，因為吼福隆人吼，你到呢度吼，啊有隻長頭吼，有同好嘅吼，冇，嚇，你講福隆人有同好，係福隆人嘛，福建人有同好，我唔信，唔信啊，一定係客家人，唔係客家人，你出來一看，好，來，對嗎？都頭前咧。第二片愛老大家講，其實福隆人沒有同好，唔過現在時代變遷，福隆人一下嘅同好差唔多看唔到嘅，長存到客人還完整嘅保留下來。強大哥講，始終啲新福遠岸嘅國服人，現在比客人還較慢來退位，故所本客家莊圍起來嘅。客家國服人要單單討隔壁嘅客家妹來做伴娘，客二台咪停停講客話，國服人就變做客學咯。唔過對福建嚟嘅苗度，看到福隆人過海來台灣帶來嘅保存大地信仰，就表示也得嘅係福樂總頭。啊，太公，像你鄉嘛個？姓郭。哦，就姓郭。對。你係客家人冇？啊。你福隆人嚟啊？都講客家話。你講客家話，你講你係福隆人係客家人？你係福隆人。是河洛啦。你看，真嘅福隆人呢？隔壁都是客家人。哦，全部。媽媽客家人。嘿。爸爸閩南人。哦，看東鐵邊，做到嚟介紹下冇？來，看一下來，太公。好。汾陽宜豐，鄉國嘅人。而且同學喺汾陽堂係啊，對，汾陽堂。原本啊，國父嘅人啊，去到山西啊，叫做汾陽了為首，就改變嚟遷過來啲台灣那邊來樣嘅，所以佢係利用佢嘅在地嘅地名嚟去做佢嘅通河。哦，仲有唐朝有隻董有名嘅郭子儀，佢喺汾陽嗰位人，鼓手，你看。同學都是以名人的，他在佢坐喺地方，因為姓郭，董有名嘛，鼓手，佢來自汾陽，汾陽地名，汾陽堂，汾陽宜豐，你來到呢啊，新福了地方啊，唔單唱地道啊，吼，客家人啊有同學，福隆人嘛有同學，也有，因為這邊大道同學，還有最重點係福隆人嘅客家話，講嘅比你還要好，係啊，太公。總係看到福隆人老完整嘅同學保留下來，真見東漢見呢。國太哥講啊，一下見到一屋人行喺啲呀，屋當用鐵皮建，係認真黐毛老師傅來整，故所簽退一下。
講等，小總發現搶檔嘅磚呢當鐵片咯。TR 黑馬蓋是 TR 磚啊，是一隻鑽膠的名哦，品牌啦，哎，不是磚雕哦，跟那个唔係啦，全部 Q 咯嘅磚雕，跟那个蝙蝠 people 一樣。冇 Q 咯啊，你係有錢嘅人，他有法度有按好嘅磚頭，係日本人做的，日本人，然後咧種下人啊，搶牛叉，天滿公司的時代有中山，哦，啊，人貼好兩個仔磚來，就咁染上去的，所以你要有槍哦，可能都是啲東西豆腐動物。你看它旁邊的木全部放起來，噴了會冇問題，有錢嘅人 TR， 好咯。國家莊係挖海嘅總頭，現正挖海做得土海落實，要現正要新屋西半鋪嘅土地，還做得數租金。唔過啲375減租政策之下，土地風量本商業向流亞到天路，啲時代變遷之下，國務就慢慢嘅對行業變到冇按有錢咧。哎，姜先生，你咧土安尼落咧吼，咧落去放放，你去香嘛該？香料啊！哎，你我帶安尼落咧地方。因為吼國務啊，伊最早做了要開墾嘛，伊個批動發，所以兩年嚟其實都也加強無法度好生存嘅事，啊其實為咗前猥瑣，攞到開墾，嚇，啊咧開墾呢其實香料，其實新竹來嘅，按來咧攞去煮，就變成嘅佃農，啊佃農看起都按講嘅喎，口徑啊嚇，按西裝啲料務，然後國務關係都密切。香料嘅嘅客家人。客家人啊，哦，客家人可以啊，客家人啊，同好一定會下入了，然後哦，有天路流芳，哦，天路，嘿，老天路嘿啊，滷味啊，小祖有青菜咩生意嘅呢？老天路嘅頭家係苗栗公館上車嘅客人啦，將寮嘅後台用天祿糖來做糖殼，係對時漢寮鄉做公路太府意思嘅。現正啲天祿糖夠熟，不過一般來講，寮屋接看到嘅糖殼，還係中糖殼、膨上糖哦。哎，瑤瑤，你係突然來呀？梯縫可以買個梯縫啊？沒有，你知道，因為畢竟呢，我們今天來新屋是因為我是新屋人，所以這次呢，我要帶你來這邊。你看它這個外觀，哦，是不是感覺有點墨灰？哦，對啊，看有墨灰啊，嘿啊。沒錯，但是我跟你講，其實這裡面呢大有玄坤。新木。稻米故事館，所謂故事館吼，來看下啊。對，來。行業也見用老谷倉起高嘅稻米故事館，小眾看到呢度有這些世界記得嘅熟悉嘅老東西，一下就變後生誒。啲現場就老搖搖搞起來嘅。新屋係全台灣清大嘅農業城鎮，還較有味道也好名聲。咪現在安尼爭起嘅也見稻米故事館。米嘅風俗，老客人嘅智慧有動態嘅關係咯。哇！大家知哦，新木係千品之統，同冇？佢家講到東多比統，最重要嘅你下注意，二樓大家來介紹下，那比統也重要對啊農民啊的重要系統，來翻版。怎麼好突然間變成益智節目了？係水準，也是你。我家庭愛，跟住灌溉水，攞啲家庭對你討論太準水準攞嘅。爸爸，請翻版。有冇解？治水闸門就是你堵該閉通，該種嘅水表落一些，我們要分流一些，用治水闸門去做分流。正經係當有智慧嘅水利工廠呢，今日遙遙嘅客家搶人權體驗嘅新屋專題。我想唔但搶起搖搖，觀眾朋友聽從未知道得到多，全世界唯一嘅翻江老屋就係新屋，宣傳新屋嘅客家文化，就係一直搖搖了。